成日都聽到大家講話要抗衰老，咁大家都知道面部增加多啲膠原蛋白係可以抗衰老嘅。但係首先我哋要了解膠原蛋白有咩功能呢？咁膠原蛋白對於皮膚嚟講有幾重要呢？佢對於皮膚嚟講就好似支架一樣嘅存在。當膠原蛋白流失後，我哋嘅肌膚同肌肉就會逐漸失去咗連結，所以就好容易出現皺紋及面部肌肉下垂，咁就會呈現衰老嘅狀態啦。首先呢，我哋要知道膠原蛋白有咩功能呢？第一，佢可以加快皮膚代謝老舊細胞；第二，提升肌膚緊緻度；第三，保持皮膚嘅濕潤；第四，修復皮膚老化咗嘅彈性纖維。解決嘅方案呢 Vermatrix 膠原槍係一部由韓國名廠研發嘅治療級醫學儀器，獲得韓國 KFDA 嘅認可證書，安全無痛，適合想要改善肌膚鬆弛、淡化皺紋嘅人。有效嘅扭緊咗膠原蛋白線，就會令肌膚可以被提拉緊實，恢復飽滿嘅彈性，咁就會減少細紋啦。所以膠原槍咧，佢有9大功能嘅，增強皮膚嘅彈性啦，增加緊緻度，提升輪廓，減淡細紋，可以提升我哋嘅蘋果肌，令毛孔細緻，減淡我哋嘅法令紋，咁啊可以令眼紋、黑眼圈都減淡，提升眼部嘅肌肉。Vermatrix 膠原機係一部真正零痛感、無修復期、安全冇副作用嘅美容儀。我哋而家咧就有個限時優惠，呢個療程就會包括咗面啦、頸啦同埋眼。咁啊，大家如果有興趣試做，就快啲盡快登記啦。